喂，Hello 啊！我本人呢，就係特登二刷咗呢一套戲呢，先正式錄起呢份嘅影評嘅。今日就係同大家睇嘅就係日本年度話題電影《工作細胞》。喂，攬定你哋嘅零食，斟定你哋嘅汽水，準備好未？我哋又一齊睇戲啦！歡迎你哋返到嚟正能量不專業影評。又係我唔係姓陳，亦都冇江湖味嘅浩南哥啊！電影開場之前都有預告啦。喂，不如俾少少時間我同你哋講少少嘢啊！我呢個 channel 咧就好任性嘅，基本上就針對住一啲我中意嘅電影，特別係一啲嘅亞洲電影，例如香港、台灣、日本、韓國等等嘅電影，做一啲嘅不專業影評。喂，如果你覺得我呢一條影評啱聽又啱你心水嘅話，不如嗱聲俾個 like， 再撳埋個 subscribe。記得響埋個鐘仔，咁你下個禮拜就可以搶先睇。更加唔介意嘅話，喺樓下留言區留個 comment 俾我越嚟越進步啊！如果咁唔好彩，你覺得我嘅影評唔啱聽，唔啱你心水嘅話，撳翻上一頁離開得噶啦，唔使屌噶。不過如果你要屌嘅話，你隨便屌啦，唔怕你係 hater， 最怕你係一個鳩 upper 啫。嗱，咁不過循例咧都要講聲嘅，我嘅影評咧唔多唔少咧都會有啲劇透嘅。如果你唔想俾人劇透嘅話咧，建議你去睇咗套戲先返嚟聽我嘅影評，咁就萬無一失啦。我條影評咧就一定喺度等你嘅，但係你想睇嗰套戲咧，可能隔幾日啫咧就落咗話同你講拜拜㗎啦。所以建議你睇咗套戲先返嚟聽我嘅影評啦。如果你怕俾人劇透嘅話，好，事不宜遲啦，都係唔好聽我廢噏咁多啦，我哋即刻進入影評嘅部分啦。其實《工作細胞》早於喺2月6號已經喺香港上映咗㗎啦。電影改編自清水線暢銷嘅同名漫畫，電影就由羅馬玉祥、鬼才導演武內英樹執導，佐藤健同永野芽郁聯手主演，豪華卡司包括蘆田愛菜、阿部征夫、深田恭子、仲里依紗等實力派演員，令到呢一場嘅細胞大戰更加具魅力。上畫之後即刻橫掃日本票房，並且連續4週穩坐票房冠軍。工作細胞嘅故事係講述高中生少女日湖同佢嘅爸爸為核心，日湖生活規律，體內嘅細胞例如紅血球、白血球都和諧工作，確保身體健康。酸素を運ぶ赤血球と絶対に立派な赤血球になります。病原體と戦う白血球。レセプターが反応してる。但係爸爸因為有長期不良嘅飲食同生活習慣，使到體內環境惡劣，俾細胞們稱為黑心工廠。而隨住故事嘅發展，一種未知嘅病毒靜雞雞咁樣入侵咗日湖同埋爸爸嘅體內，細胞們被迫面對前所未有嘅危機。作為一部改編自清水線同名暢銷漫畫嘅作品，電影喺視覺呈現同埋故事結構上邊都秉持住原作嘅精神，將人體內複雜嘅生理運作轉化為生動有趣嘅擬人化故事。酸素を運ぶ赤血球と絶対に立派な赤血球になります。病原體と戦う白血球。レセプターが反応してる。何ですかそれ？細菌を察知するレーダーだ。一方面保留咗漫畫嘅教育意涵，另一方面又增添咗大銀幕獨有嘅魅力。而值得一提嘅呢，就係電影喺科普層面嘅呈現並未流於生硬嘅説教，反而以輕鬆詼諧嘅方式自然咁樣融入咗劇情入邊。電影入邊各類細胞角色唔單止係故事推進嘅關鍵，更加成為知識傳遞嘅載體。例如紅血球負責運輸氧氣，白血球同埋 NK 細胞對抗病原體，血小板修補傷口等等。每一個角色嘅職能都貼合咗真實嘅生物學知識，好似同觀眾上咗一堂生物堂咁樣。觀眾喺觀賞過程之中潛移默化咁樣學習到人體運作嘅基本原理，而更加巧妙嘅係導演將呢啲知識陷入咗角色互動同劇情發展之中，令到自然融入故事而唔顯核突。キラー T 細胞を導入します。2秒で仕留めろ。声がでけんだよ。お子ちゃま戦闘員が。除此之外，今次電影版仲拉出咗一條現實嘅故事線，描繪人體嘅主人。
而更加巧妙咁樣將工作細胞 Black 外傳嘅劇情都一齊融入咗入嚟。故事透過高中生日湖同佢爸爸兩個截然唔同嘅生活習慣，巧妙咁樣展現咗健康同唔健康體內環境嘅對比。日湖生活規律，體內細胞充滿陽光，工作氣氛愉快。反而爸爸因為長期食煙飲酒，作息唔正常，導致細胞世界充滿咗壓力同埋混亂，仲帶咗股灰暗風添，甚至俾細胞們稱為黑心工廠。呢啲嘅對照唔單止加深咗觀眾對健康生活重要性嘅認識，同時都賦予咗電影更加多現實層面嘅啟發。而今次電影嘅卡士陣容，亦都係真人電影版嘅魅力之一。佢哋唔單止令到平面化嘅漫畫角色躍進大銀幕，亦都賦予每個細胞角色更加多嘅戲劇表現。佐藤健飾演嘅白血球無疑係成套電影裏邊最具看點嘅角色，我自己都好中意佢。佢延續咗喺《浪客劍心》系列入邊展現嘅動作實力，將白血球對抗病毒嘅激烈打鬥氣氛詮釋得又酷又充滿爆發力。尤其佢同病毒正面衝突時嗰個凌厲嘅眼神同埋利落嘅身手，展現咗角色作為免疫系統守護者嘅堅韌同埋果斷。同時，佐藤健亦都未令到角色淨係停留喺冷血戰士嘅場面，亦都令到白血球呢個角色有佢嘅溫度同埋有反差萌嘅一面。レセプターが反応してる。何ですかそれ。細菌を察知するレーダーだ。ぶっ殺す。而另外嘅主角永野芽郁飾演嘅紅血球呢，佢嘅自然嘅表現將紅血球嘅迷糊同埋樂觀特質展現到非常之到位，為緊張嘅劇情增添咗唔少輕鬆嘅氛圍。乾燥してかさぶたになるまで待つか。而除咗搞笑之外呢，佢喺面對體內危機所展現嘅堅韌同埋勇氣，賦予咗角色更加多嘅層次，令到觀眾睇到一個困難裏邊成長嘅角色弧線。たちに酸素を届ける。必ずお前を守ってみせる。もうお前を助けに来るやつはいないよ。而除咗兩位主角之外呢，真人版仲加添咗蘆田愛菜同阿部征夫飾演嘅父女，為呢一部奇幻電影注入咗真實層面嘅情感共鳴。絶対大丈夫だ。俺が必ずお前を守る。以童星出道嘅蘆田愛菜喺今次電影入邊詮釋貼心嘅女兒。パパ、ちゃんと病院行ってよ。佢同阿部征夫嘅對手戲自然流暢，父女之間嘅親密互動同溫馨情感，為劇情增添咗溫暖嘅人性光輝。而阿部征夫就展現一貫嘅幽默同埋細膩表現，飾演一名生活習慣不良、體內環境惡劣嘅父親。佢嘅演出既真實又不失喜感，成功將角色嘅缺點轉化為觀眾反思自身健康生活嘅切入點。ジャンクフードに酒タバコ、不節制にも程がある父茂、そんなパパの体の中。決して休むな、酸素を運びまくれ。このブラックな労働環境を改善してもらわないと。此外，深田恭子、仲里依紗同山本耕史等人嘅加入啦，亦都為到電影增添咗好多嘅亮點。この體が変わらない限り、私たちの環境は変わらない。2秒で仕留めろ。声がでけんだよ、お子ちゃま戦闘員が。而每位演員都用獨特嘅方式去詮釋各自嘅角色，令到呢啲本身係科學概念嘅細胞角色充滿咗生命力，甚至引起咗觀眾嘅興趣同埋娛樂性。而我自己覺得啦，工作細胞真人版嘅電影並唔係只係單單依靠劇情嘅趣味性同埋角色嘅可愛嚟吸引觀眾，喺動作編排同埋視覺效果上面都投入咗好多嘅心力，成為咗一部兼具搞笑同動作嘅電影。而喺動作設計方面呢，導演特別邀請咗曾經負責《浪客劍心》同《幽遊白書》真人版嘅動作指導大內貴人加盟。呢個決定為劇情注入咗武打嘅元素，賦予戰鬥戲帶有節奏感同利落嘅設計。而佐藤健飾演嘅白血球喺電影入邊多次同病毒同細菌展開激烈嘅對戰。佢嘅打鬥如同浪客劍心嘅劍心再現。
動作迅速兼且乾淨利落，招式設計除咗有現代動作片嘅凌厲感之餘呢，又不失漫畫風格嘅誇張同戲劇性，完美展現咗白血球作為人體免疫系統第一線防禦者嘅堅毅同敏捷。而今次工作細胞真人版喺喜劇層面上面表現同樣可圈可點。電影借住由浮誇嘅造型同肢體語言，延續並且放大咗原作漫畫嘅幽默風格，角色們個性嘅鮮明刻畫，細胞擬人化嘅奇思妙想，共同營造出有趣又貼近觀眾生活嘅喜劇效果。其中堪稱最好笑，我自己都好鍾意，莫過於係忍住大便嘅嗰一幕。編劇神來一筆，將兩邊嘅故事線結合，將一場大便嘅氣氛拍得充滿喜劇感而不覺低俗。仲有例如腦裏邊安多芬等等嘅情節。諸如此類嘅小插曲，看似非常之無厘頭，但係又展現咗細胞們嘅生活，將科學知識包裝喺其中，亦都令到劇情提供咗適當嘅緩衝，令到觀眾喺角色嘅嚴肅同幽默之間揾到微妙嘅平衡。不過好可惜，電影仍然存在住一啲無法忽視嘅缺點，就例如觀眾喺欣賞完非常之華麗嘅動作場面同幽默橋段之後，可能就會感到故事本身缺乏新意同埋挑戰。電影嘅情節發展顯得係非常之公式化，缺乏驚喜同突破。儘管佐藤健同埋永野芽郁喺角色詮釋上面表現非常之出色，但係角色嘅成長弧線同內心掙扎都未能得到充分嘅表現。尤其係對於細胞角色嘅描繪，多數停留咗喺表層特質上邊，而其他配角嘅戲份呢，我自己都覺得略顯不足。佢哋喺劇情入邊偏向功能性，令到人物嘅厚度受到一定程度嘅限制。最後係節奏嘅控管上邊，後半段亦都顯得非常之失衡。總結嚟講，真人版工作細胞既忠實還原原作嘅世界觀，又融入咗輕鬆幽默嘅科普知識。透過高中生日戶同埋佢嘅爸爸嘅生活習慣嘅對比，強調生活對體內細胞環境嘅影響，亦都巧妙結合咗工作細胞 Black 嘅元素，賦予更加多嘅啟發。而佐藤健飾演嘅白血球同永野芽郁詮釋嘅紅血球，佢哋嘅角色亦都非常之鮮明，而且互動非常之自然。而蘆田愛菜同阿部貞夫所飾演嘅父女檔，就為故事增添咗情感深度，動作場面打造出凌厲而且充滿漫畫風格嘅戰鬥場景。而喜劇方面就透過誇張嘅造型同肢體語言，營造出惡搞誇張又唔突兀嘅性質，不禁都會令人會心一笑。好啦，今日時間差唔多啦。今次工作細胞喺正能量不專業影評得到嘅星星推薦值係有。而截至到今日2025年3月28號，工作細胞喺 IMDB 網絡電影資料庫嘅評分係有。好啦，唔知呢度有幾多嘅觀眾有睇到工作細胞呢套嘅真人版電影呢？我自己就電影同埋動畫都有睇嘅，我自己就覺得還原度好高啦。如果有睇開嘅觀眾，唔知你自己又鍾唔鍾意呢？不妨喺樓下留言區隨時話俾我聽，你對工作細胞真人版嘅感受係乜嘢啊？我自己就好喜歡呢套電影啦。好，我哋下套電影再見，拜拜。